呢一場咁嘅分會啊，開始咗啦，冇咁多嘢啦，好，我哋交俾呢啲放下先啦。好，跟住落嚟呢個大龍賽事咧，就係第一食道中山海豚大酒樓。曳喎，好撚勁喎，頭勁唔知啊，呢度冇事喎。開始啦！喂，後門會，我成叉喎！係啊，錯咗啊！入錯步啊！錯咗係嘛？係啊！入錯咗打個跑。4線啊！錯得咁犀利㗎！哇，4線啊嘛！合我走線合我。睇落去咧係第2、第3節咧係比較接近啲嘅。第3節嘅中國